為着讓建築科老師更打進產業現況，成大南港甲合同建設舉辦為期3天的演習，透過 BIM 建築資訊模型課程來了解下產業實務流程，包括着建築資訊模型建構、應用情境甲工程實務案例，協助提升所謂營建專業能力。佇設計、施工甲管理，攏會當透過電腦來模擬，減少現場作業的錯誤。那因為施工的錯誤減少了之後，我們可以減少很多倍的打實，然後也透過這樣的關係呢，因為打實之後的污染會減少更多。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呢，也可以減少很多的成本。這幾檔 AI 技術不止佇咧半導體，也是高科技產業應用，同款嘛會當用佇咧橋樑也是道路，透過來自產業的第一手資源，和學校老師更精準掌握產業趨勢甲技術需求。不能在課堂裡面只是授課而已，應該要跟實際的營建業者、真實的這個營建建築工地裡面的一些使用到的最高的科技能夠有所交流。如果在我們畫圖的時候遇到一些問題，或者是沒有辦法理解的，我會請教現場的工程師，或者是直接到工地裡面直接去看這個地方呢是怎麼來施作的。然後在我回來畫圖的時候，我可以更理解，然後也可以優化我的模型，讓我的模型呢更貼近就是實物上的樣子。學生嘛，聽就台分享實習成果，在建築業欠工的狀況之下，希望透過演習，鼓勵較儕學校開設 BIM 課程，豆強化土木甲建築群佇所謂營建領域的教學量能，培育更符合產業需求的專業人才。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